可能现在有点距离啦，除非你们联署的时候顺便来按我的粉丝团按赞，对，靠你了。现在联署的人已经超过我粉丝团的人数了，还我土地比我的粉丝还要多人，也是好事啊。然后有一首歌我们一直不太敢唱，每次唱这就会出状况。这首歌叫《祈雨的妇人》，只要唱完就下雨了。还没有唱，已经开始下了。不会下吗？去试试看这首歌灵不灵。那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首了。啊，然后很开心大家来听署命的森林系巡回演唱会，回馈相亲场，回来台东感觉很舒服了，很多感觉，一时之间讲不完。怕聊天聊太久，等下警察会来，那就唱这首歌，也祝福各位奇异的夫人。然后还有部落的年轻人，把过来。哎呀。